歡迎大家嚟到高位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舉辦嘅高位有心時事嘉年華氣動健康天節賽2025。呢係適逢全運會都係即將開幕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呢個活動咧，我哋係擺咗一啲運動嘅元素落去，想參賽嘅嘉賓咧能夠盡情發揮，爭取最佳名次。咁環保市集咧亦都係一啲善款會籌得，咁我哋會連同我哋之前嘅目前義賣嘅善款加埋咧，我哋過嚟扣除咗必要開支之後咧，我哋係會全數捐俾我哋相關嘅社福機構嘅伙伴。希望都透過一個好接近距離接觸到街坊嘅機會，去到令到大家選購食材嘅時候點樣可以揀本地嘅，亦都係可以低碳生活啦，食得健康啲，對個環境又好啲咁樣。好開心今日可以參加高位無會有心嘅呢個嘉年華會啦！我哋今日個活動好豐富啊，透過運動呢一樣嘢咧，係去令到自己身心靈健康咧係發展得更加好嘅。我哋希望透過運動嘅比賽去提升高位，以至公眾對運動嘅興趣，達至身心靈嘅健康。我叫李海彤，我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咧，係關於環保同埋運動。我覺得應該多啲做運動咧，因為咁樣對我哋嘅健康都有幫助。我叫黃嘉怡，我一個畫咗一個地球同埋一條蛇。